厄瓜多的治安会变甲遮尔啊歹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隔壁的哥伦比亚、秘鲁甲玻利维亚这三国拢是毒品的大产地。因为厄瓜多边境管制无遐尔啊严，所以这三国就甲毒品藏伫咧禁酒货柜内底，送到厄瓜多，搁出口去全世界。害厄瓜多就安尼变做毒品的转运大国，治安嘛严重败坏。西班牙南部阿尔赫西斯港抓箱仔顶甲地点，查毒品的人员甲装金酒的箱仔拆开，下骹是藏滚落站的古柯碱。2023年8月23，西班牙警方甲海关掠到有史以来上大站的古柯碱走私案。对一只厄瓜多的金酒货轮超出1080克的毒品，重量挖近9.5吨。Podéis ver es que hay más de 33 logos diferentes de los paquetes de cocaína, lo que supone que lógicamente había varias organizaciones que invierten en la misma operación y que lógicamente también en Europa hay distintos destinatarios, grupos que lo que hacen es 2021年，全球古柯碱的产量达到2304吨，多数拢是来自哥伦比亚、秘鲁甲玻利维亚。世界海关组织的数据指出，2021年欧美国家查到的古柯碱1/3来自厄瓜多，是2018年的2倍。用金酒货柜偷藏大量的古柯碱是上界普遍的走私手法。厄瓜多是全世界上大的金酒出口国，全国金酒会集中到港口城市瓜亚基尔，经过整理了后，装做一箱一箱送就货柜运往海外。这款运产流程竟然是暗中犯罪链。厄瓜多使用美金，边境管制无介严。过去5年来，来自哥伦比亚甲秘鲁的古柯碱藏伫咧金酒下骹，偷偷送去欧美各国。厄瓜多的金酒经济甲毒品走私斗甲麻麻，成做新形态犯罪途径。No ya es la seguridad integral de los trabajadores dueños de finca, porque todo esto ha desembocado a nivel nacional y en las zonas rurales a distintos otros negocios de estos bandos delictivos。毒品走私引发的暴力事件，嘛，互厄瓜多对和平的国度变作暴乱的所在。对2021年到2022年，因为毒品引发的暴力死亡人数是有4600人，2023年顶半年就累积超过3500人。2023年8月初9，高调主张对抗帮派犯罪甲贪污的厄瓜多议员维拉维森修，伫咧竞选总统的行程当中，去互开枪弹死。伫咧厄瓜多的犯罪历史顶头，留下真恶质的记录。甲毒品集团完整的犯罪联比起来，厄瓜多的警方应对真慢。预计要到2024年中，才会伫咧主要的港口全面启用扫描的机器来查毒，恐惊是真歹化解厄瓜多的毒品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